为了打造幸福好徛起的城市，虽然面对极端气候的冲击，不过市府一定努力地减少用水的范围甲深度，向中央争取经费来改善排水方法。根据水利局长表示，市长黄伟哲就任到今，已经投入143亿的相关预算，包括要洗清安中河的臭名，彻底整治，嘛得到真好的效果。我想我们今年度大概也完成了一个3座抽水站的一个新建还有滞洪池。那这整个呢，我想我们今年不管是在昆山科大，还有中华医师科大等等的，还有我们的那个安中路那这个部分安南区安中路，看到我们几个过去常积淹水的一些路段像目前的一些透过我们的一些排水防洪设施那现在也提供很好的一个效果。台南除了重视治水，如何兼顾景观、亲水加休闲生态，也就是水环境的整体营造，嘛是新的一档持续努力目标。还有会特别就是提到我们的水环境营造的部分，那市长也会在特别期许我们水利局在我们的所有的排水防洪整治之外呢，把我们的一些排水设施的部分能把它这个排水能做一些优化那这部分当然也是我们未来会再持续争取经费来办理。水利局强调，治水无上好，只有更较好，伫有限的资源投入相关的水利建设，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南新闻郭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